東區又上新盤啦，就係我身後呢一個海柏公園城邦啊，而且呢邊係11級嘅學區房，兩層之包啊，而且呢個樓盤係以4.0嘅一個住宅個標準去打造嘅，3.15米一個層高，專梯專戶，就依家去睇下。項目位於中山行政金融中心東區核心地帶，交通同埋商業配套都非常之方便，5分鐘即達金鐘湖收費站，隔離就係曼谷廣場。樓盤以4.0嘅住宅去打造，環境非常之豪華，小區環境小橋流水，非常之有詩意。依家帶大家睇呢個係123方專梯專戶嘅4房兩廳兩衛嗱，前梯出嚟呢個空間非常之大。呢個位置可以擺嚟 BB 車啦、單車啦、鞋櫃啦，乜都得嘅，非常之方便。呢邊入嚟哇，睇下呢個大客廳，好似200方嗰啲咁大。呢邊嘅露台其寬度有2米，好實用，好大氣。喺呢度就做咗一個風窗嘅一個設計。其實呢啲比嗰啲4.0住宅仲要實用。下邊帶大家睇下出邊啲景觀，可以睇到山景，視野超級開闊。依家小區在售面積係2個戶型，一個係105方，一個係123方，贈送面積都超大嘅，非常之實用。大家睇下呢啲主人房，超級大，非常之舒適。哇，景觀靚到！有興趣嘅朋友記得快啲入我實地睇樓啊！